号召了很多不认识的网友，等一下大家就会聚集在这里。某个星期天，一群部落客透过网络呼朋引伴，要在竹东小旅行。首先，先欢迎我们的竹东国中美术团队出场。大家好！在地的学生受邀成为小小导览员，要带领大家认识他们的家乡。发起人瑞和同样来自竹科的同好，喜欢到各地旅行，热情透过分享衍生出理想。我们不希望是透过就是照片、文字，我们希望用体验的方式，实际带大家去出来走动，然后跟当地人有进一步互动。我叫赖冠霖，然后今天很高兴为大家介绍竹东天主堂。那因为这个天主堂，所以外面的中央市场才会慢慢的就是繁华起来。印度裔从美国派驻竹科工作的 Akshay 第一次到竹东，学生们的表现让他留下深刻印象，因为人让城市更有魅力。大家好，大家好 ，आप कैसे हो हिंदू हुआ？谢谢你们给我机会来这里，我很喜欢你们的城市很非常好。你自己来竹东玩，说实在的，你可能走过去或转车可能到内湾到北埔，可是你可能不知道竹东可能有天主堂啊，然后可能有什么小祖松艺术园区。我也就刚刚要那一张地图，就想说下次自己来，就是那个很多区域去逛逛这样子啊。旅行中看见的风景、经历的事、遇到的人，画下来，日后温习。有时候也到资源缺乏的学校和孩子分享。这样的封城式的想法哦，集合所有人的想法，对不对？接拍受有你跟想法。泰嘎空哈雷州，泰嘎空哈雷州，大家一起完成。至今52场小旅行，和超过1500位朋友结缘，以志工心态乐此不疲，希望创造更多幸福感。接拍受有你跟想法。泰港空哈雷州，Hip Hop 受有你嘅想法，泰港空哈雷州。谢谢宗仪老师。